赞美。备受的赞美，全心歌颂我神。你至圣尊名，备受大
心事，直到完蛋。我感谢你，耶稣，称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耶稣，你本为神，你的心事，直到完蛋。我们要高声颂赞你的名，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荣耀君王。我们要欢呼迎接你的来临。主啊，你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亲爱的主，感谢你的奇妙大爱。虽然人生的道路有时崎岖，前方困难险阻，主，你必一直牵引着我。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心，爱我们永不改变。求主圣灵亲自来充满我们的心，求你恩膏充满我们的灵，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过犯没有。求你搭救我们，赦免我们一切所行的不义，使我们不再有担当不起的重担，使罪不能追上我们，重建我们的生命，脱离羞愧、恐惧、害怕，让我们能昂首阔步，向着主而行。主啊，我们常常每为了你都一直牵引着我们。主啊，求你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再到你的面前与你一同行走。是的，主，我们也求你保守即将到来的和会顺利召开，求你激励我们的心，亲自差遣我们，使我们为着你福音的大能同心合一的来服侍。也求主恩手亲自带领教会的牧者长子同工，赐下属天的智慧与能力，使我们与你合一，也与我们众弟兄姊妹顾念儿女的需要，使我们所需用的都充足，使那将来能成为造就你信徒所用。愿你亲自兴旺合你心意的教会。我们也为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代祷，愿主大能的恩手牵我们一同用主所教训的主祷文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接下来是我们欢迎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吗？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吗？那再来，我们来关心我们的圣工。各位弟兄姐妹，1点，爱家团契在右星2楼举办圣经研读讲座。
下周是松年主日，松年团契将于第2堂礼拜中服事。10月丰盛人生可以到招待桌或办公室购买。9月28日上午9点，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欢迎兄姐向各团契、小组或办公室报名。10月6号上午10点举行联合礼拜，当天有圣礼典，礼拜后召开会员合会，需办理及注意事项如下。2019与京剧有约，即将进入约书亚季，邀请兄姐参与每日读道，前往新竹圣经学院参加传道师在职训练。9月28日，姐妹团契举行会长、副会长选举，请代祷。教育馆的景观工程及内部设备装潢的认线项目置于招待桌，欢迎兄姐认线。以下是教育馆新建工程进度，请代祷及奉献。上帝安慰与医治。接下来是攻读圣经的时间，请各位可以翻到圣经和修本新约的第400页。我们第一段要攻读的圣经是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的话。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颗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恶人，你也曾查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凡有耳朵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第2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3章114到21节，在新约的200。以弗所教会的代祷。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我也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又要他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我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攻读今天的金句，在罗马书，在周报的第1页，是罗马书8章37节的部分，我们一同念2次。然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愿上帝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接下来，请牧师正道。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特别是在刚刚敬拜的时候，我们领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他告诉我们，常常要称颂主耶稣的名，常常来感谢他。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感谢主耶稣，这个比较能够让我们去学习经历到。真的是一个要学习的，什么叫做称颂耶稣的名？把那个赞美归给这个名。有一点么刚刚亲像吼，你点么出来，还是点么团体？你在活动的时候，你发觉，这个人真的做得很棒啊，真的做得很棒。有20个人不在。但是我们发觉青年团契的同工，他们昨天带了特别好多的新朋友，然后在辅导的协助之下，昨天真的办了一个很好的迎新。很多从南部上来台北读书的朋友，才刚刚开学，当他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同工的时候，你就会跟他们讲：林景雅最厉害呢，真的很棒。这个就是把他们要得到的一个鼓励，得到一个赞美，让他们能够经历到、感受到。我们在称6章，你还记得这个吗？如果你记下来了，就不用看。如果你需要看的话，你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6章16、17、18，告诉我们要常常读圣经，不能够读到这个地方，你要继续把后面那段背下来。后面那段说什么？因为这是什么？帖撒罗尼迦6章，你把那段我们再来背一次，预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天父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然后你会当充满感恩。天顶的上帝心意是安尼，天父的上帝的心意是这样，但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不来，所以要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特别是教会到今天，我们有一个阶段要来看一看，到底主耶稣基督向他所爱的教会所讲的话。我们今天读了2段经文，第一段在启示录，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7个教会的信。我们今在罗马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信，所以这第2段信以弗所书呢，是一个保罗的祷告。为什么教会需要不断的回到圣经？因为我们会发现，想要从人的智慧、人的经历来去认识这的一个轨道原则，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不会偏差。前几天在做捷运，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捷运有这样的一个广告？我在做这个时候，教会同工说：“我看到这个广告，我看到了哈。”他告诉我们，因为你做捷从马偕医院要来回来士林的时候，大家都坐第2节，从第3个门上去。
因为那个门下来就是手扶梯，就从1号出口。如果你要从2号出口，你要坐第5节。请分散什么？请分散车门，这样搭乘你会比较好啦。你虽然它这个你再走近一点看走人少的怎么样？比较快。你这人这么多你不一定比较快。你虽然换个车厢，人少的，虽然多走一点路，但是你什么叫做智慧？智慧不是用你所觉得比较快的、比较好的、好像比较丰富的，不是用人世间的这个经历。包括学生在考试也一样啊。什么是必的？下次他会帮助我，这是比较快的吗？但是是比较少人走的路。他说，比较少人走的路可能才是正确的选择，才是有智慧的选择看起来你可能要多走一点路，要多背一点书，要多记一点金句。上帝的话，你好像他所走人少一点的路，你会得着选择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靠自己的经历，乃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那大战结束以后，有2个很重要的组织成立，一个叫做联合国。大家知道不能够再打打杀杀，应该要有一个协议，彼此一般我们简称 WCC， 或另外一个叫法叫做普世教协，就是整个世界上的教会协会，也是一样。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呢？因为每个教会都是说，我们是根据圣经，我们尊3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是大战最厉害的德国，是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希特勒是基督徒，有人说希特勒如果上天堂，那我不要去天堂了希特勒是基督徒，从小在教会长大，怎么会基督徒打基督徒，基督教的国家打基督教的国家，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伤亡呢？因此，这些教会领袖就坐下来，大家好好讨论，就成立了一个这个普世教协。它的宗旨很简单。教会的文化回应不是根据圣经承认主耶稣基督，承认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是我们的救主。因此，我们要寻求对这位上帝叫圣父、圣子、圣灵的荣耀圣父、圣子、圣灵的荣耀。任何一个教会团体是根据这样的一个信念，那我们就欢迎他加入。目前大概有150个国家，348个大概这样教会团体一起加入在这个 WCC 的这个组织里面，大概将近6亿。30万个信徒，我们叫一个团体。当然也有那种团体，可能是3000个人、5000个人，因为他们的教会处境特别难，在伊朗的教会，在哪里的教会处境特别难，他们那个团可能在美国的长老教会金星会什么，他们的团体蛮大，这样加入在这个所谓的 WCC， 这是一个努力。可是成立了这个普世教协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1950年代、60年代有所谓的冷战，美国跟苏联
都不容易。大家一坐下就不能够跟共产党在一起，连基督徒都有共产党，对不对？共产国家一样也有所谓的基督徒，一样有。所以那20-30年不容易运作。要看启示录有一点点关联这些教会的领袖，比方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干事，或美国长老教会的议长，或什么，对不对？我们老大哥我们在欧洲已经2000年的教会了，听你们的。那或者说我们对圣经这个有一些见证分享，我们的神学应该不输你们吧？听听你们的神学。讲对话要很多的时间啊。后来大家发现，讲笑话是大家听得懂的。有一天，天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圣灵，他们就在天上讨论说：“教会或者真的是想要下去耶路撒冷看看一下，或者是到以色列看一下。”那圣灵说：“我一直像风一样在吹他们，都不知道现在吹得怎么样了。”所以上帝就来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就下来了。要从哪里开始？当然就说教会开始在耶路撒冷嘛，是不是？那我们就去以色列到耶路撒冷。会人家欢迎我吗？不会啊，会被再钉一次十字架，一定会被他钉，因为犹太人还不接受耶稣啊，是弥赛亚。我去的话，我说我是上帝，他一定钉我，再把我钉一次，钉死了所以圣子耶稣就说不要去耶路撒冷。那不去耶路撒冷，现在的教会中心在哪？罗马的什么梵蒂冈嘛。现在天主教会呢，那个教皇在那个地。这个圣灵说不要去那边，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1000多年来没有圣灵，根本不让我更新，腐败一大堆。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就知道，最后连赎罪券都出来了，对不对？我听说那个新大陆有好多大教会产生1万个人、2万个人、几千个人那叫新大陆的美国有很多这个大教会产生。我们到美国去看看好了这个圣灵一提议，这天父上帝说不要去。Our Mo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刚刚的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们已经改成我们在天上的妈妈。为什么？1970、1980女权运动、女性主义这个风气吹到教会，连在教会里面的圣上的爸爸妈妈，Our parents in heaven 这听起来是笑话，可是反而每一次这些教会领袖在一起，真的是几乎每一次常常就是提这个冷笑话。在80这些教会领袖在一起，总是有人又提起这个冷笑话。可是提起这个冷笑话的时候，就提醒了教会：我们到底怎么看圣经？我们到底怎么实践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到底怎么样回应圣父、圣子？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回过头来看
主耶稣基督他怎么跟教会讲话？他通过使徒约翰。第3节这么说，预备来诵读这。你读启示录会不会觉得说不要读它？启示录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呢？你不喜欢，你不想成为有福的人吗？而且启示录写有福的，你回去今天看一看，或者你等一下就可以看了。有福的信徒成为有福的门徒。如果你希望你能够成为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有福的门徒的话，那你就要看一看启示录，他总共7次在提到这些话留下来，是要让你们有福的人可以怎么样，有福的人将要怎么样。好，这是启示录。来，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首先是末后，又是永活。我曾死过，看来把所看见的写下，现在的事，以后将发生的事都写下来。至于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7颗星和7个金灯台的奥秘，就是看他得到异象，主耶稣跟他讲，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会在这个教会里面，然后这个教会呢，它的象征是一个灯台，然后会看到有7颗星，那个星每个星代表一个使徒，所以开宗明义，启示录第1章告诉我成为这样像一个金灯台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很快，我们下礼拜还是要讲第一个教会，下礼拜还是要讲这个，但是我们很快看一下非常的小，你在地图里面看不到，就在以弗所的外海，在爱琴海中间，爱琴海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小岛，它的这个拔摩岛是在那个地方。这个拔摩岛呢，在像刚刚所提的启示录第1章里面，约翰自称好。拔摩岛，你现在去旅游，你要搜寻是 Patmos 啊 ，Patmos 拔摩，现在是翻成帕特莫斯 Patmos 这个岛。这个在纪念，很有可能使徒约翰就在这个地方被关。然后领受，那是一个山洞监狱哦，那是一个监狱，好像恶魔岛一样，好像几百年前英国把一些囚犯送到澳洲去，澳洲拔摩岛曾经是这样，使徒约翰在这个地方被关，所以这个有盖了一个小小礼拜堂纪念启示录洞，叫做启示录洞。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原来第2次传道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从第15章开始，他第2次又从安提阿被差派出去，所以他先走陆路，然后走陆路到了以弗所，就是这个土耳其最西边的时候，他本来也想往北走，往东走，圣灵跟他说不行，马其顿的呼声出来了，他就往欧洲去了，腓立比
以弗所的时候，就在那以弗所的时候，他认识了这群弟兄姐妹，也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群认耶稣是基督的信仰团体。这个就是以弗所教会。他从哥林跟百基拉这对夫妇，他把他们从那边带过来。这对夫妇是跟他同行的，同样是做 tent 的，做帐篷，而且一边做代职侍奉，一边传福音。所以当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没有答应，就辞别他们。你现在到以弗所去，我们在那个地方还会看到，进了会堂表示还没有基督徒的团体。他要离开了，就把百基拉、雅居拉留在那边。这对夫妇很厉害，他们虽然是平信徒，他们虽然从亚历山大，就是埃及的北侧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城亚历山大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那边来的一个老师叫亚波罗。经、希伯来圣经、摩西五经、先知的书，他很能讲解，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对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没有多少了解。26节这么说，预备来，他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道。这对夫妇，有一对夫妇跟许传道讲说：“牧师，我领受到了这个福音，我跟你分享一下，更精确的跟亚波罗来讲解。”这个都是在以弗所。百基拉有雅基拉这对夫妇，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用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他后来在罗马被关的时候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教会。这个信里面提到这一备来，今有亲爱知道一切的事，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又让他安慰你们的情。他派他去以弗所，保罗自己被关，不能够再去关心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同工派来了以弗所教会。到最后，照教会历史来看，圣经虽然没有这么写，但是教会历史来说，使徒约翰最后的20年在以弗所。你的儿子，所以圣经写说，从那天以后，使徒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去了。当然，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过了一段时间，照教会历史说，玛利亚他们住在以弗所，使徒我们仍然看使徒约翰在以弗所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牧养，而且通过以弗所教会开拓了许多的教会。我们讲这么多，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刚刚我们所读过，这么说，他说：“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曾查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世纪啊，这么久40-50年的时间，他们是一个成熟的教会，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他们知道应该要把信仰实践出来，他们不会开了会以后，然后就让人交代。他们会看到这个路那个灯没有开，他们会去开。他们不会觉得我开完会应该是负责招待去做音控的做音控，没有。这些同工他们行为，这个行为就在指他们信仰的实践，而且愿意付代价，很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可以分别查验这个人来讲，这个先知来讲到底合不合。他甚至能够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可是我们每一次读启示录、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常背的金句是哪一段？不见了，这句话我们就不出现了哈。你们那个起初的爱心到底在哪里？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第5节，我们再念一次，预备来。所以你要回想你要一起学习的。人的热情很快就会不见，人的热情，人的高兴也很快就会不见。还记得那个国中？需要活力，需要被点燃。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这些热情、这些活力，如果不是因着爱的缘故，你持续不如何，不管怎么样，他说了那个用爱来点燃一切的热情，点燃你的持续。那个姐妹说：“姐妹，她说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你今天所做的好事，明天会被人家就一巴掌就打翻了。但无论如何，你要做好事，你诚实。”要忠心，你做好事情，人家说你一定有阴谋，对不对？你做好事情对人家好，人家说你一定有阴谋。他说，都在这边说的，就是你要常常回想了以后，你才会 U turn， 才会悔改。悔改了以后，你必须要再次出发，做起初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这个毕业典礼的致辞，6月1号的毕业典礼致辞，这是这个学校毕业典礼都会请人家来致辞的时候，去年请的时候，这个就有一些人有意见，意见不是说不好，是这个人讲得很好，很能激励我们的毕业生，但是他每次都讲上帝，常常讲耶稣这样不好。我们是一个学术团体，毕业典礼不应该讲耶稣，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跟他说，你来致辞不要讲耶稣，可不可以？他说可以，不讲耶稣可。说你们应该要选择人少一点的路去走，比较艰难的路，因为你们是最优秀的啊。你们如果选简单的路，我们就没有路走了，对不对？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啊，你们优秀的人应该要选难的路走。
那简单的路让我们其他学校毕业的来走。当然，他这句话是客气话。要宽容，要怜悯。哎，你发觉他有没有讲耶稣？他有没有讲耶稣？可是他有没有讲到圣经？他有没有讲到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啊，最后他提到要走路，但是 lean out 如何依靠？你要有一个可以依靠。你们是最优秀的，但是最担心你们到时候觉得自己最强，就不知道要照顾自己。怎么照顾自己？他没有说上帝，他没有说耶稣，他说我必须要跪下祷告。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会去经历到，唯有对耶稣基督的爱，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我们才可能持续，可能重新。所以我们刚所背的金句告诉我们，再来一次预备来。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我们必须要继续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能在现在所面对的到了这些建委会，他们的辛劳，你真的是会吓到哈！为了一个小小的事情，要好多的协调，好多的心力，不是靠法律可以行得通的啦。如果靠法可以走的话，早就全部都靠法不行。很多时候要经起心动念的那个时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想一想我们个人在士林长老教会的信仰历史中间，我们可不可以寻得到那个起心动念的爱与活力，重新再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再一次被点燃起来。第二个，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的那几个实际情况，他们真的实际服事哦，任劳。你会不会在这一项上面也一起参与？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给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有的眼光，让我们有你所赐给我们的耳朵，我们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走在你要我们走的路上。让我们能够重拾爱心，回到起心动念，主，你给我们那得胜的爱，我们能够继续。站立，我们用这首《阿爸天父》来回应我们的上帝。深处呼求你名字，打开心门，领受你的福，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
心深处呼叫你，阿爸，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叫你，阿爸，要开心门，领受。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叫你，阿爸，高举双。我心深处呼叫你，阿爸，打开心门，领受你的爱。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叫你，阿爸，高举双手，领受你。各位请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预备感恩的心，一同来奉献。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请独立奉献。这两件事情要带回家，你可以等一下出门放在招待桌。第二个是我们等一下10点半有学道班，就基督信仰的入门。你不一定有报洗礼，但是如果你想要重新怎么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好的找你。哦，耶稣，耶稣。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好的找你。各位请起立，会后请牧师我们代祷。奉献一生，牵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好的找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用奇妙的爱来爱我们，感谢圣灵也帮助我们，愿意用爱来回应主。求主圣灵关系，享受生命的果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
今日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有一个真凉爽的天气，互咱搁一届来到主的宝座前，咱三教要来敬拜伊。这时请咱掀开咱面头前的圣诗，咱今日用2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第一首诗歌是圣诗23首，赤鸟的主，海洋的主。圣诗23首，赤鸟的主，海洋的主。大家敢知影海洋是啥物？知的人举手好不好？来，这位。咱即摆先来念歌词，念一届哈。这首诗歌拢总有6节，咱为头一节开始来念来，请。赤鸟的主，海洋的主，转世天神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阮着怎样闪灾难？阮着怎样来呼救？第3节来个转来头前哈，彩虹的主。十架的主，互望变空的主，阮着怎样受恩典？阮着怎样来感谢？第4节，妖恶的主，病痛的主，怜悯浪子的主，阮着怎样求眷顾？用廉修正的主，阮着怎样显仁爱？阮着怎样求和平？第6节，万世的主，身边的主，慈悲怜悯的主，阮着怎样显喜乐？来看来上下骹遮吼，第6节，怎样实现你？赤鸟的主，海洋的主，转世天使的主，阮着怎样来敬畏？阮着怎样来学路？第2节，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地本扫高的主。阮着怎样闪灾难？阮着怎样来？管迄个音是高旋律，这是女生哈，所以咱迄个女生这边人会晓唱，会当唱顶管这个符号。咱小请伴奏，给咱单音所弹一个第2节的部分。对，来，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地本扫高的主，阮着怎样闪灾难？阮着怎样来呼救？大概是这个旋律，咱人会。第1节到第6节。赤鸟的主，海洋。阮着怎样来学路？地动的主，暴风的主，地本扫高的主，阮着怎样来giải开？阮着怎样来呼救？彩虹的主，世界的主，何望变空的主，阮着怎样受恩典？
愿着怎样来感谢？遥五的主，变红的主，你的名字。怎样伫我命？厝边的主，对面的主，阴暗深情的主，愿着怎样显仁爱？愿着怎样求和平？第六再来，万世的主，神秘的主，慈悲怜悯的主。愿着怎样显喜乐，怎样实现你天国？380首，甘心的奉献。咱做伙来念一解歌词哈，来请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极大无比，我愿一生为你，全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做伙唱阿们。阿们。当咱大家三角组织来到圣殿同心敬拜，学了歌曲耶和华的圣尊名。
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安置伫大水的顶面，一举会上耶和华的山，一举会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枉负价、上蛇无囥工贵的人。这号人要得到耶和华祝福，佮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义。请兄弟姊妹起立，同吟圣诗23首，赤鸟的主，海翁的主。请兄弟妹，大家同心来祈祷。现在，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爸上帝。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你掌管世间万件事。你是公义和平的人君，阁是喜乐稳定的救主。你为着世间的正义女，赐下你的独生囝，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承担阮世间人的罪过，甘愿互咱定死于十架顶，对世人中高我，来成做阮世间人的拯救甲恩望。因为你无照阮的罪过款待阮，你也无照阮的罪恶报应阮。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你予阮的罪过离开阮也是遐尼远。所以我要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懊恼入你的院，一生一世徛起伫耶和华你的厝内，永远甲主相同行。今仔在座兄弟姊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是要单单仰望你，单单来敬拜你、懊恼你。希望天父搁一摆听阮内心的祈求，赐下火热的灵命甲气力，来润泽阮孤单的心灵。借着每一日读经祈祷，来甲主相亲近，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阮也要为阮台湾执政者甲民间甲上帝旨意相同行，互阮台湾的社会有理性的互动甲对话，而且阮更加恳求上帝的保守甲带领，帮助阮台湾伫国际上的困境中，会当活出开出一条合主旨意的道路。
阮伫遮特别恳求圣神继续赐下教育的智慧甲能力，伫阮教会继续委员身躯，甲阮的因石手所有的工人内底，互教育馆的景观工程甲使用执照的申请会当早日来完成。谢谢帮助阮会当看见。这是恳求圣神亲自保护、照顾，伫厝静养，或是伫病院治疗的兄弟姊妹。因阮知伊无法度来到圣殿，甲阮同心敬拜，所以愿因的忧伤、痛苦的心灵甲肉体，会当得到被上帝你的安慰甲医治。互因伫今仔日圣的主日，会当甲阮详时同心领受圣神的感动。愿圣神的感动亲自临到阮的科牧师。圣神的充满，愿天父接纳阮用诚实心灵所献上的敬拜。这粒，请大家同齐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我伫天灵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高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死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你一次，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相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兄弟姊妹，请坐。兄弟姊妹来应。我摇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以色列保护者袂遁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请大家同齐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头一段是记载伫本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283页，何修本的圣经是记载伫新约400页。我用台语合订版的圣经来讲读上帝的话。你着写批互你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讲正手捏7粒星，行伫7支金经台中的，伊的话讲：我知你的所行，甲你的条磨吞论，遐个做歹的人，你也袂容忍伊；遐个家己讲是使徒，其实毋是的。你捌试验因，知因是白贼。你也有吞论，捌为着我的名忍受，无亚善。若是我有所接伫你的，就是你已经离开。来行你起头的所行，若无安尼，你若毋反悔，我要到你遐，刷你的顶台，离开你的位。若是你还有一项可处，
就是我所万分尼哥列党的所行，你也万分伊。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遮个教会所讲的。得胜的人，我要将上帝路园中活命树的果子予伊食。第二段的经文是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人书第3章14节到21节。以弗所人书第3章14节到95页。因为安尼，我跪落伫爸面前，就是伫天顶地上隆重的家，对伊来号名的。求伊照伊荣光的富有，对伊的神用权能，互恁心内勇行，互基督对恁的心来徛起伫恁的心，互恁有定军下地基伫人内，才会甲隆重的圣徒享悟迄个长、阔、悬、深，也知基督的疼，就是包括二人所会知的疼，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上帝会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门。煞接圣歌诗，今仔要学的诗歌是《奇妙真神》。
照伊的权能，踮伫咱人心内运行，像足足。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今仔科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来行起头的疼。大家平安。拄啊，圣歌队带咱最近来敬拜上帝所吟的诗歌，其实就是用以弗所书第3章上尾啊迄2节、20节甲21节。咱常常对伫20节较有印象。你如果今仔日除了咱所要背的经句，罗马书第8章37节，你背起来，以外，你若会当看到这节是后礼拜要讲的咱这2个礼拜都爱讲以弗所教会，这个真特别的教会。但是咱常常捌求过一款，就是讲上帝伊要成就一款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伊遮咧讲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毋是咧讲量的代志。毋是咧讲即个，以弗所书第3章20节咧讲，上帝伊会行做，上帝运行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伊所要互咱的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伊是咧讲一个新的代志，新的领受，甲你原底所求的想象不到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拄啊，咱通过这款的欧络，希望咱也会当看到以弗所书。这是保罗的祈祷，保罗对伫伊所听的以弗所教会的祈祷，特别咧讲到这段。所以咱今仔日用这个为什么？因为咱教会行到一个坎站，咱看上帝遗体安尼继续甲咱引出，安尼真多。我祈祷通过这使徒建立的教会，到今仔日。咱怎样来回应？这个就敢若好亲像前几天我坐捷运，即摆坐捷运到士林捷运站拢特别的看迄个7站楼、8站楼、9站楼顶头的啥？十字架对无？咱隔壁你若去士林捷运站，咱无看过这个十字架你下一届你去注意看迄个十字架。所以以前坐捷运拢袂注意看外口坐落去，就开始想讲过落去迄站要去倒位安怎？搭乘，你有坐捷运有看到这个无？对台北车头，对树林，对迄个中山站，对马街边要转来树林，咱拢知影坐第2个车厢，踮咧第3个门。为什么？因为迄个门到树林一开开就是手扶梯，就是1号出口。你若要按2号出口，你就坐第5站的第2个门，因为按第5站的第2个门落来。手扶梯落去就是2号出口，所以因为安尼，要上车的时阵迄个位人就较侪，大家拢算准，伊才会讲即句话啦，请分散车门搭乘，请分散车，若无迄个停一站的时间差不多6秒到8秒，无真长伊就秒就要。行一点路，毋过你踮咧遮会较紧，有可能你踮咧遮才前一班钱袂入去。你若行诶隔壁车厢你可能会较紧早一班伊要讲一项。我看到即个甲翕起来，我是看到伊后壁迄句话，搁放大后壁讲啥？所以这是为什么咧做文案的人做广告？咱家己想广告，弄一个 slogan 嘛会用的就无就写出来，毋过写出来无人要看。我想讲，我应该去请这专家，我想要讲的题目，我想要讲的内容，我请伊甲我定题目，可能较侪人要看就无这就是咱讲叫做这个文创因为迄款的思想足特别的。伊讲选择是一款智慧，敢若选一个门遮尔简单的代志，毋过你
是毋是会当看较远的，看较快？智慧是安尼啦，毋是干那拢要钱的迄个问的。互咱的生活无共款，互咱人生生活无共款。所以对伫安尼，基督徒咱所有的选择，咱的智慧拢是对圣经来。毋过偏偏2000年来，咱对圣经的了解甲解释，定定会无共。所以伫咧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有两个。有足侪组织产生，但是有两个较特别的组织，一个叫联合国。咱知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这个国家知影讲啊，无用阁拍来拍去，基督徒拍基督徒，基督教的国家拍基督教的国家，对无？希特勒是基督徒呢。有人讲哦，安尼哦，安天堂我袂去哈。若去天堂会碰到希特勒吼，我出不来天堂。希特勒是基督徒吼，伫教会大汉，哪会安尼哈？哪会遭到这款代志？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这两个组织真特别，一个就是联合国。大家讲哦，应该有一个平台有热线啦。遮吼要开始战争的人，你嘛就要有一个互相安尼沟通的，做总统的、做王的，吼，应该小讲一个嘛，毋通安尼卡袂着，就讲要战争，拢死几千万人啊，几百万人安尼。第二个组织就是教会，基督教会的协会。另外一个情况，咱叫做普世协会、普世教会协会，哈，世界教会协会。意思是讲，这个教会发现咱有责任啦。哪会咱的国家发动战争去拍人的国家？啊，咱是基督徒。简单，1948年成立哦，1950、1960哦。真恶地开会，为什么？迄阵啊，阁有一项物件叫做冷战、冷战，苏联甲美国。所以，若共产党的国家无用卡，但是共产党有基督教会无？嘛是有啊。啊，敢袂用入来WCC，哇，这个代志就大条啊。所以到1970哦，到60的时阵，大家以为敢若教会哦，要互相。讲教会是讲国家甲国家无共的教会啦，吼，亲像咱甲欧洲的国家，除非甲咱较有关系，亲像咱的母会苏格兰长老教会、美国长老教会、联合教会，等等遮咱拢一直有咧往来。但是含其他一寡教派，就真歹交陪，真歹讲，一直到1980冷战，差不多有一点仔结构啊，或者甲规个大环境有关系。哦，冷战有一点仔结构了，普世教会协会吼。才较有机会，所以目前全世界吼190几个国家，有150个国家内面的教会团体有参加。是就用台湾来讲，敢若一个团体参加，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30万的信徒，咱嘛一票，348个团体，有迄款几千万的哈，亲像美国长老教会4000万，伊嘛是一票。咱30万嘛一票，嘛有迄款教会5万，伊嘛是一个团体，因为像伫伊朗的教会真辛苦，遐教会下尾因踮咧这348个团体中间，伊嘛算一个，这个叫做世界教会协会。我今仔日来介绍这个真重要，就是伊上帝甲咱的救主，对无？耶稣基督，所以咱共同要来敲找上帝心意、圣父、圣子、圣神的荣耀的教会，就是要尊三位一体的上帝，应当归乎上帝的教会，都拢欢迎你参加。所以有真侪无同的教会参加伫即个所谓世界基督教协会吼。踮咧台湾还佫有真侪教会教派无参加，一般是尽量用规个国家的一个会员啦吼。我特别提即个的原因是安怎？伊讲根据圣经啊，就是这本圣经。但是圣经落实伫教会2000年中间，大家领受无共款。咱今仔日。
而且超乎我所求所想的。干那一句话，你的领受都无共，对不？拄啊，咱干那当对文理来看，伊咧讲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毋是咧讲到迄个量，是伊要行一项新的代志，超过我想会到的。这是咧讲到上帝若是伫我的生命咧运行的时阵，那呢我的祈祷都挑战真大咯。为什么？因为我祈祷我所求的，对上帝来讲，迄是小儿科，根本都毋是我要甲你做的。我是要行一项新的代志咧，啊，你咧求这项，哦，这对咱来讲祈祷最重要啊。反头来讲，一个教会当三甲咧学习，讲咱要根据圣经的时阵，要互应当归互爸囝圣经的时阵。哦，即个大家教会国家的领袖哦，基督徒领袖较有机会会当斗阵啊。哦，以前咱要出去哦，咱的政府经验，这个会你无去参加，因为有共产党的国家伫遐，所以你无去参加吼。但到1980以后，这个部分另外一款的对话，普世教协7年开一摆大会啊，7年才开一摆，啊中间有一寡。即领袖的会议，所以因有当遐嘛1、2年，久啊才碰到一届。但是大家碰着吼，我发现过去30、40年吼，因有真侪时阵真学着讲我的经验安怎，互相差别真大。哦，迄生命经验差真侪。到尾啊，即领袖斗阵哦。我有机会啊，你踮咧旁听啦，我是干那旁听哦，我都发现，这个领袖足够讲笑话，啊，拢讲的拢是甲圣经、甲教会历史有关的笑话，因为讲这个笑话吼，大家气氛较好，啊，过来，其实这个笑话故事拢咧帮助大家做反省，所以咱可能有一寡兄弟姊妹捌听过，你讲有一天吼，圣爸、圣囝、圣神、上帝。踮咧天庭吼，加比啉了讲，啊，教会2000年啊，即摆嘛变什么款？无咱落来看卖好无？你讲，敢若我去行见诶，我讲有影按头到尾行一撮，耶稣就欢喜，我来，哦，那圣神就附和讲，啊，无要按多开始，啊，当年圣神讲，啊，当年教会一开始按多开始。耶路撒冷啊，当然按耶路撒冷来去啊，吼，按以色列，这耶稣讲，喂，第一个耶稣反对，若去耶路撒冷吼，我会讲安怎？讲定死一届哦。以色列即马是犹太人，犹太宗教呢，因的弥赛亚未来呢，我若去讲哦，我若是基督，我是上帝哦，我要讲定一届到个啊，吼，我迄届吼叫腓立比书第2章第60哦，吼。记起来，等你看，照腓立比书第2章第60讲的，我已经尽诸般一次够了哈，我不要第二次，唔通去耶路撒冷，啊，我耶路撒冷要去倒，迄个耶稣就讲啊，即摆你看咧1、2000年来，教会的中心教宗伫倒位？伫梵蒂冈，啊，无咱梵蒂冈来去吼。耶稣讲咱梵蒂冈来，圣神讲哦，去遐无效，我无爱去，哪会无效？圣神亲像风对倒位吹，要去倒位咱毋知。伫个约翰福音第4章，但是圣神是保惠师，保护咱、安慰咱，做换新的工作，做更新的功课。这罗马天主教拢不爱听我的话。有够腐败，腐败拢就知历史顶头听足济。我安怎拍拼甲叶风因拢无爱听我。我即摆去共款耳边风啦，我即摆去敢若耳边风，无爱去梵蒂冈哦。啊，圣神讲无爱去，啊，因就问讲，啊，无你讲无爱倒。圣神讲我听讲迄个新大量足侪新的教会走出来，较袂着3000人、5000人、1万人安尼，会咱来遐看卖。遐较兴咧，对无？新大陆在倒位？
美国啦，美国新大陆伊叫安尼北控的迄阵安尼教会有到新的教会一直造出来，叫做新大陆美国。咱来看卖哇，圣经是讲性别上来讲，我去啊，你若无去啊啦，变啥 ？Our Mother in Heaven， 阮伫天里的爸变做啥？阮伫天里的妈妈，性别无去啊。1970年代、1980年代，女性主义抬头迄个女权出来，所以足侪性别公义、性别平等足注意。即款的风气嘛，吹按教会入来，嘛吹来教会，结果连一寡作品、一寡神学的反省、一寡教会有一本的圣经有一版的圣经，伊内面无天父上帝，无天父上帝，无就是写天顶的上帝安尼，无Father即句话，无即个字啊安尼啊，哇！所以性别上帝讲我不爱去，即三个毋是三个啦，是一个上帝啦踮边讨论了讲，无歹落去那变即款的教会变即款的无咱国共阮踮咧天庭泡咖啡看报纸就好落去安尼无所在通去，这听起来敢若笑话。常听的机会加2-3年总是有，不管咱非洲来、美国来、欧洲来，连咱台湾的总干事三不五时嘛爱插一摆共款讲即个笑话冷笑话，大家拢捌听，大家佫讲，其实咧互相提醒。那安尼咱今仔日的教会变成款？那如果耶稣来，咱会佫一摆甲定死无？毋通想讲是犹太人在的咱嘛有可能甲耶稣定死毋通想讲若圣神来，咱甲当作耳边风无？毋是梵蒂冈才当作耳边风呢？今仔日真侪时阵，咱嘛甲当作耳边风，一个感动离开拜堂就无去啊！今仔日听到一句话，甲我杀着，但是离开教会了，面对这个世界，我又把圣灵当耳边风了。性别上帝，咱有尊重、有敬畏无？有该当做一回事无？咱讲额头三尺有神明，咱是真的上帝，真神真拜还是真神假拜？真正来敬畏伊吗？拜反省这项代志，所以这是咱今仔日特别咧讲到遮。为什么讲到遮？因为咱今仔日开始要讲到几届教会。耶稣基督安怎看教会？安怎甲教会讲话？伊个启示录，伊甲7间教会讲话，嘛是甲今仔日咱的教会讲话。讲这话，同要紧的是要下骹，咱做两台预备来，记若读甲听遐的参悟来修。讲到启示录，你想啥？哎哟，读袂落去，一大堆咯。但是启示录出来，同重要目的就是这句，要将福气赏赐互咱。启示录总共有7摆讲到这句话，讲到福气，有福气。什么款的情形，你会有当得的福气？安怎做会当得的福气？启示录7摆，你倒转去甲这7个甲找出来，你会当。会发现着，原来启示录毋是要互你听无、看无，毋是咧讲天书啦。其实启示录是要互咱领受着福气，对耶稣基督来即个福气。所以耶稣到底甲咱讲啥？那安尼的时阵，咱就爱进入到底即个启示录伫度完成的。一般咱看启示录，应该是差不多伫咧主后95年左右。伊伫咧爱琴海，足细一个岛，伊有所的外海，所以是伫咧爱琴海中间，伊的巴摩岛下骹落去叫做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今仔日嘛是一个观光的圣地
下骹即个落去安尼。啊，即个万魔岛今仔日嘛是已经有观光会当去遐。你去迄个所在，你爱看是帕特莫斯 （Patmos）。拔摩和拔摩，咱圣经翻拔摩，啊，其实 Patmos 即摆是中文就翻帕特莫斯，细细一个岛，但是迄海港真水，有一个山，传说中遐就是咧关犯人的所在，敢若亲像英国伫几百年前，英国甲迄款死刑的犯，啊，佫袂甲拍死的，甲送去澳洲共款。澳洲不是英国的恶魔岛。死刑犯拢送去遐，绝对袂转来。啊，尾啊，遐个人煞甲澳洲建设起来。同款，即个拔摩岛就是罗马政府迄个时代，伫个亚细亚，若要甲即个犯人关伫咧遮，伊就无可能受水转来。使徒约翰踮咧即个所在，领受启示。来下落来，好，这是万魔岛，咱来讲。传说中就是使徒约翰写启示录，因领受了上帝所会，所以你若个倒转来写，都会当看去。这是保罗传福音的路线。第二摆，第一摆伊敢若到即个土黄色的所在，啊，就个倒转去啊。第二摆，伊行即条路来到想要500。然后来到南边的希腊，甲即个雅典的所在，希腊的雅典，甲哥林多。伫哥林多，伊碰到一对夫妇真特别，迄对夫妇叫做阿基拉甲百基拉吼，甲毕基拉。伊就甲迄对夫妇吼，带因来到下骹即条线，来到以弗所的所在，来到以弗所，迄阵啊无记。因为会堂是犹太人啊，是犹太宗教。毕基拉、阿古拉这对夫妇，甲保罗的工作同款，因是咧做报病，所以你看因踮遐最近请报病天道吼，啊，工作做了，家己有生活费，啊，因就去传福音。当保罗要离开以弗所，伊踮咧以弗所时间真长啊吼，咱看因2届的时间，合要差不多3年的时间。伊踮咧以弗所有一阵信徒，伊栽培因，当伊要离开的时阵，将教会交互阿古拉甲毕基拉这对夫妇，一信徒就带一间教会。毋但安尼，这对夫妇对伫耶稣是基督的信仰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一天对伫非洲埃及的北边有一个城，伫2000年前。真侪教授伫迄个所在，所以对亚历山大出来有真侪学者。到教会的第1世纪、第2世纪的时阵，咱迄个时阵神学的范例，到圣经的解释哦，毋是用耶路撒冷做中心，用2个所在做中心，一个就是亚历山大，一个就是安提阿、安提亚、叙利亚的安提亚。所以按这2个所在出来，一边真热情，真会晓宣教；一边是对圣经真有解释，真深知影圣经，就是对亚历山大来，这个叫阿波罗。所以伊会晓讲解圣经。迄个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所讲的希伯来圣经，就是咱所讲的旧约的圣经。啊，毋过伊踮咧会堂讲解的时阵，真趣味。咱看26节，毕基拉、阿古拉。听到伊咧讲解，就甲请来厝诶，然后将上帝诶道路更较正确解释互听，就敢若亲像今仔日有兄弟姊妹甲我讲，柯牧师，我是说，今仔日你咧讲一段哦，圣经内面伊会解释我诶领受是甚物，吼，我领受了什么款诶一款感动，是即款诶情形啊，所以你就会当看到以弗所教会保罗开拓。然后阿基拉
毕基阿古啦、毕基啦，这对夫妇继续来造就因。工作到尾啊，保罗写批中间捌提到一个人叫推基古，这个推基古，伊写批互以弗所教会，讲我派伊去恁遐，通罗马讲，通互伊来安慰恁的心，鼓励恁。这个推基古，这个传教者是一个真会晓安慰人、鼓励人的。伊有一段时间嘛，伫以弗所教会伫做牧养、做栽培。这个了后，咱看以弗所教会40-50年的历史中间，伫第1世纪上尾啊，踮咧以弗所教会牧会是使徒约翰。圣经无写，但是教会历史的记录甲点伫个甲以弗所这个所在，互咱看到有即款的一个拜堂，这个拜堂叫做圣玛利亚拜堂，讲耶稣的妈妈就是伫这个所在安息。哦，伊咧外口庭院真宽，有一个右上角是水内所在，而且拜堂水内面啊，当然是一个祈祷聚会。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死伫遮，因为上尾啊，迄20年伫这个所在。使徒约翰接玛利亚照顾伊，照耶稣的十字架顶所交代。所以使徒约翰接耶稣的妈妈接伊，啊，到尾啊，迄20年住伫遮。所以使徒约翰踮这个所在，伊有写到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踮遮写到启示录，甚至是用掠去关魔岛的时阵，踮咧这个所在完成。所以若安尼想，咱会当想象这个教会。以弗所这个教会不得了，哦，这是为什么？当咱今仔日看启示录的时阵，上罗马咱要分享，耶稣基督手提7粒星塔，吼，伊讲塔。灯台，每一个灯台亲像教会，耶稣基督伫迄中间行来行去，然后叫使徒约翰甲我所要讲的，你拢甲写落来，寄去互遮个教会。咱今仔日所读的启示录第2章所咧讲的，就是耶稣对伫以弗所教会的话，啊，甲因讲着啥？恁会行做，你毋是干那听遐尼侪真理，恁有落实，恁的行为有显明恁的信仰，这是耶稣的肯定。过来，恁欢喜做工，毋是干那吼听真理啊，做你家己要做的啊，其他的小事都互别人做。第1场的一个姊妹，我讲常常讲，我安遐听到一寡话。我会记咧中秋节时阵，我甲咱讲无，伊讲啥？伊讲吼，食中秋面悠悠，食马牙，恁袂记啊吼？因为我嘛念袂记，食马牙。林路遐个家具行、家具行，食中秋的时阵面悠悠，食中秋的时阵头家会接到足侪订单，因为要等过年4个月后要过年，工人就辛苦啊，吼，所以面悠悠，一到中秋节，伊就开始知影爱知死啊，逐工爱加班，爱紧甲遮家具啦、面床那些爱做好，过年前爱交货。到甲食马牙的时阵，捻喙手什么意思？啊，终于完成了。马牙食了就要休困，要过年。今仔日早起来甲我讲讲哦，牧师啊，看恁哦，敢若是校长兼哦，这咱就知我哦，即句话我捌听过。伊讲看恁，伊讲看恁遮丢落即事哦，看无出恁哦，敢若亲像校长兼讲经的，就是耶稣咧讲的，劳碌欢喜做校长兼讲经。毋是讲阮开会决定了，叫别人做，叫会友做，毋是。伊遮咧讲的2项，一个是信仰的实践行为，一个是欢喜伫大细项顶头来服侍。忍耐就是伊咧讲的，伊的继续性、持续性，这是因的信仰实践。第2个是咧讲到因的信仰知识会晓分别、查验，知影讲这先知讲的是真啊假，因为迄个时代有真侪假先知出来，吼。
咱想看觅，今仔日咱培灵会的时阵，咱讲完以后，还是咱做礼拜的时阵，那兄弟姊妹，恁会当分别，牧师今仔讲的，圣经遮安遮出来，恁若会当安尼吼，哇，咱就亲像以弗所教会啊，耶稣基督要讲恁实在是第一间教会啊，第一间教会。第一间教会下主的心意是对上帝话有清楚的明白，然后当所听的信息，咱会当用圣经上帝话来查验，毋是用家己的领受，毋是用家己的感动，毋是用我以前听新学院院长讲的，毋是安尼呢。可牧师你讲安尼敢对？安尼就出问题啊！你若用某一个人所讲的某一今仔日牧师来讲到创世启示录即句话啊，伊安尼写，有影，咱应该安尼来学习。这就是伊咧讲的查验的意思，毋是咧讲以弗所教会的遐尼姊妹遐尼啊调我啊去甲使徒讲、甲先知讲的去做检验啊，毋是倒转来基督所甲讲。所以一个第3节我特别甲跳去第5节，为什么跳去第5节？因为第4节就是咱的背的金句啊。咱逐摆若讲到以弗所教会，讲到启示录以弗所教会，拢会讲到第4节。耶稣基督的提醒讲，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们的，你们怎么样？第4节，所以我今仔个跳掉迄第3节到第5节，是耶稣基督的肯定甲伊的提醒。所以伫咧第5节，甲咱提醒，咱来常常回想，伊倒一搭咱捌有软弱的，敢若亲像咱踮伫教会，每一年的3月是咱的生日，咱会回想到咱属灵教会。爱悔改，然后做起头所做。迄阵啊，起心动念啊，中文讲起心动念，台语讲伫起头迄个感动，迄个呼调，搁一摆找着迄项圣神帮助咱来听这个声，安尼吼。3个月前，真侪学校咧毕业典礼，即个学校毕业典礼啊，有请一个一般毕业典礼拢会请人来致辞，致辞的人拢知影，伊都爱讲真短。袂用超过12分钟，12分钟就真棒啊啦！毕业典礼恁若超过12分钟，就真棒啊！啊，旧年这个学校因为校长的分钟的关系，所以要也是副校长出面，要请这个人。旧年大家咧参详讲要请毕业典礼的致辞，真侪人建议讲请这个青年人来激励，因为这是因最近这。会赛啊，即个才40岁过头啊，但是有人旧年咧讨论，有人讲毋通找伊啦。哇，伊真好，足好诶，无人亲像伊遐尔认真。但是找伊逐摆拢要讲耶稣，逐摆拢要讲福音，这毕业典礼无适合，有影无适合。啊，但是佫有真侪人讲无采啦，啊，叫伊来鼓励咱诶毕业生，讲看觅，啊，叫伊莫讲耶稣，莫讲福音，好无？叫接头诶人讲啊。你来致辞啊！拜托你莫讲耶稣，莫讲福音，好无？好啊！伊当然是有答应才来啊嘛。我当然使。啊，6月初这就当然伊毕业典礼啊，伫遐讲。所以后壁迄就校长啦、副校长一寡教授伫遐。伊无讲到耶稣，无讲到福音。伊咧讲到人生有一项最重要，你爱做决定。基督徒啦，讲这讲啥？你爱做决定。所写内容，伊无讲耶稣，无讲福音。你看遮感觉福音有关系？偌侪项是耶稣讲过代志。耶稣讲叫咱着爱选择一条较歪的路，这条路是通往永远活。快的路、好行的路是通往啥？通无彩啦！你敢若了时间？当然，伊是甲遐个人讲，恁拢足优秀的，对无？恁拢毕业啊，拢足优秀，恁是台湾通优秀的呢。所以，请恁选较歹行的路。
你选较歹行的路，较好行的路，我毋知有路通行。迄句的意思，当然是甲因讲吼，其实人生中间有真多吼，大家拢唱。句话像讲的，有的路较歹行的路，常常是正确的选择，才是行永远来。这句话像讲。你若路苦担重担的来，就讲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恁就爱来缀我学，亲像温柔谦逊怜悯共款。即句话上提醒，伊咧讲着，所以咱来知影，咱来爱换位思考，恁拢同优秀，恁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恁若换一个位来想，恁同优秀，所以恁来咱这个世间是要服侍人。这啥人讲？伊敢若讲叫因换位思考，吼，伊无讲福音，无讲耶稣，到上落尾，伊讲真侪时阵恁是优秀的，所以恁一定会挺身而进，有一寡冒险恁会去行，恁，但是伊同尾伊讲，但是到一个坎站，你会担袂落，会行袂落去，无人通讲，恁来忍后，伊终于露馅了，伊讲吼，敢若亲像我4个囝。啊，搁踮咧哈佛咧读，牛皮是迄个纸箱啊后的迄块安怎跪落去啊？我终于露馅啊！伊讲着伊家己共款，知影要安怎照顾家己，要安怎照顾家己，人无法度照顾家己，干那有法度，天顶的上帝才有法度，互你挖苦。另外，我靠伊跪落去，哈，伊要照顾你，靠家己无法度照顾，伊来分享了这个部分。所以这中间咧讲到一个真重要，像耶稣基督甲以弗所教会讲的，有裁判，有行动力，但是真重要，迄个疼，起头的疼若无的时阵吼，就算你搁较热情，你搁较活力，拢昙花一现。真侪时阵，敢若像阮国中的迄个物理老师讲的，热得快，冷得快。咱会想要骨一摆，搁较热起来。毋过，即个中间咧加一个元素，就是迄个疼的元素。若无疼的，你所行的路，不管如何，无论如何。不管怎么样，这句话是一个连接词。什么人讲的？当你有建设的时阵，今仔日有足大的建设，但是第2天就去用拍倒啊。无论安怎，你有缘爱建设。你对人诚实，对人坦白，但是你会去互人利用。无论安怎。你有缘爱对人诚实，对人坦白。你有疼心做好代志，人讲啊，这个自私自利的确有企图啦。无论安怎，你有缘爱有疼心，就是一款疼的实践。靠咱家己做袂来，所以咱今仔所看同尾啊，根据咧甲咱讲，咱最近啊台北来反转伫遮的拢总的事，对咱对疼咱的得失到有春。咱足侪时阵无想要行啊，想要怠惰一下，想要叛逆一下，想要怎么一下哈。要靠家己无法度，但是我靠疼咱的主基督，你会发现真侪代志吼，互你得胜到有春。这个得胜到有春，咱后礼拜要讲的迄个以弗所第3章20节，上帝要互你的吼，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毋是量的问题，是伊要行一项新的代志。我嘛一直咧等，因为以前捌看过伊行新的代志，咱嘛共款。你嘛共款咧等，
因为上帝的确捌伫你生命过程中间，捌行过一项新的事。所以求主帮咱，伫即礼拜中间，咱常常会想看，伫咱踮树林教会，是毋是有甚款信仰的历史、水的见证，互咱会当找到起头迄个动力。任劳任怨，不含苦，而且因继续忍耐，因各会当分别查验所讲的这一切，倒一项同吸引你，你感觉这项我若较努力来学习哦，倒一项同吸引你，而且你做会来，用这项三角来回应主的听。所以咱今仔最近要来念这首的圣诗，来用这首诗。当作咱搁一摆踮咧主的面前来回应伊380首，伊遮咧讲甘心的奉献，奉献是啥？这首咱顶下捌吟过哦，所以我请咱看的是即个圣诗，即个题目下骹的英文字，下骹的英文字真细腻吼，若真细腻，你就摕圣诗起来看。甘心的奉献，你安怎看奉献？奉献就是甲你所有的摕出来吼。幸福啊，屈服伫上帝面前吼，甘心幸福伫主的面前，咱来吟圣诗380首，甘心的奉献。甘心的请起立，咱个现在做咱的祈祷。做咱的祈祷，甘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愿意，主家的我奉献，我一切为你，奉献你的我当。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看到一个模范的教会伫你的面前，怎样领受你忠心的奴仆的栽培牧养，嘛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机会踮咧树林教会，大家三甲来参与学习，阮嘛真意爱，这成做主的一个助力，看做祸不真中，应当主的教会。会当成做高举基督、分享福音来开拓教会的一个教会，啊，帮助阮每一个，阮也当搁倒转来你的面前，伫所持守的真理顶头，有起头的听，继续的激励阮。这个听是对主你而来的，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请大家预备心，用感恩来准备用。
读经句。今仔的经句是记载伫罗马人书第8章37节。我念一摆，请兄弟姊妹煞接来念2摆。罗马人书第8章37节，反正伫遮的拢总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春。罗马人书第8章37节，反正伫遮的拢总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春。罗马人书第8章37节，反正伫遮的拢总的事，咱对听咱的得胜到有春。首先，咱来介绍新的朋友。第一位是吴美玉小姐在哪里？好，欢迎你来。你是住伫永和光华街2段哦，欢迎。煞接是咱的永和伫加拿大的费用倒来探亲，张丽娜张丽。妹的查某囝，毋知阁有新的朋友无？若无，咱煞接来关心教会圣工。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做伙来关心本礼拜事工。今仔日学道班开课。今仔日下晡1点，爱家团契伫幼心2楼举办圣经研读讲座。后礼拜是上年主日，上年团契会伫第2堂礼拜中复师。10月丰盛人生会当到招待道还是办公室内。9月28号早起9点，教育事工部举办读经营，欢迎兄弟各团契、小组还是办公室报名参加。107学年度第2学期的奖学金申请到9月30号为止。你甲注意的事项。2019甲真句有约，准备进入约书亚记，邀请兄弟参与每一天读圣经的活动。9月23到27号，本会电语文团队前往新竹圣经学院参加传道书在职训练。9月23号早起10点，上年团契伫礼拜堂练习诗歌，准备9月29号的礼拜献诗。9月28号，姊妹团契举行会长、副会长的选举，请代祷。以下是教管兴建工程的进度，请代祷甲奉献。请继续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代祷，愿上帝安慰甲医治。我伫遮补充提醒大家咱20月初6为着中级的选举，所以迄天内底，咱打一场礼拜叫联合礼拜所10点下记的，请大家。而且伫周报内底有公布咱的会员的会籍的名单。如果有啥物错误请恁甲干事讲，还是甲中级，还是牧师，我会当来顺来更正。煞接公道，请郭牧师。为着家己个人、咱的家庭、咱家己理想追找实践，也是你所碰到的功课，摆列伫主的面前。特别有一项就是。即礼拜开始，咱幼儿有学道班，学道班是建立咱的信用。
如果你若未健身咧，还未做咧，其实你会当先去上课，就10点半到11:40就咧隔壁汤姆斯的厝。所以你若愿意的先，下礼拜佫会当去参加10点半开始，这是学徒班。另外，即礼拜六拄啊就报写着，顶头报告，即礼拜六，咱要若想要读小先知书的，咱斗阵甲小先知书6本甲读好完，安尼欢迎咱拜六会当做阵来，所以就是啥人起立，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做阵祈祷。是我家己都有听是因为你的听，你因传法，这是一样一个功课，因此你常常是帮助当我能经验这一切，因此我们就是。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踮咧教会的历史顶头，互阮看到最水的模范。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知，这个起头的疼是对主耶稣基督你来的，阮就免烦恼，免惊吓，通全然来信靠，也通过主你的疼，要互阮得胜到有春。愿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平安、工作、事业、功课顶头的学习，家庭生活的建立，教会伫这个所在的见证，厝边头尾要看到，将阳光归予你，亦是阮所徛起的台湾。主，愿你照你奇妙的旨意降落伫阮中间，也通过圣神的感动，光照伫阮，通互阮会当回应你的听。来结出甲主水的关系、水的果子。愿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扬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大家三甲彼得，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